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3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一位国家卢碧主讲去和男朋友拍，总统、行政院长以及着查某的威龙出声消停，高他卢也去验伤，讲要告男朋友伤害。变种病毒 Omicron 开始传，在日本也出现病例，但是中表示，年纪特别高啊，12岁底咱台湾也有可能会出现病例。今日嘉义有民众伫咧车厢内面讲要拍人，另外也有民众去到台铁网站，讲要早大坐火车去帮助康复。国内伫今仔日发生2件工程安全意外，一件是伫咧台中，是因为自来水公司伫咧做大条管的管线工程，施工过程有工人去互水道水管输入去，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另外一件是伫咧高雄的东南水泥，当咧做厂区拆除作业，这喷雾塔向倒落来，去缀到脚踏车的司机，这司机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当人伫自来水生铁管顶悬开空切挂卡除工壁，不过下一秒煞直接落锁入水管内，工程团队虽马上把人救出来送医，不过也是救无回来。切割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说，这管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雨水，要用抽水机来抽。那征信员工在敲打这个切割管壁的时候，那可能是管内无水，里面产生真空。那造成压力差，那人就被吸到管里面去。这件意外发生在30早起11点半左右，自来水公司伫中山路进行被完送水的改造工程。中区检验中心是讲，应该是停水了后无先做管内的压力释放，致使到50岁姓张的工人管破了后好输入去，目前下令停工等待调查。应该就是先钻个孔，让这真空破除。结果他没有，他挖一个洞还蛮大的，刚好人可以吸进去，所以他应该辨识这个危害。如果他有绑一些类似的救命索、安全带，把它固系在外面，那也吸不进去。高雄原来传出工人意外，东南水泥南马溪旧厂30早起11点左右进行水泥台拆除工程，好亲像因为顶当着边仔的喷雾塔刷倒去，缀着42岁姓翁的怪手司机。经过1点外钟的搜救，姓翁的怪手司机从救出来送到高雄营总，急救无效宣告死亡。高雄市政府已经下令停工，东南水泥甲承包的营造公司表示会负起责任。它倒下来，这个是他们原本厂区的5号的喷雾塔。那我们今天并不是拆这个，我们是要去旁边拆另外一个已经快拆完的那个建筑物。那是怪手司机经过的时候，那该的那个喷雾塔就突然倒下来，要求勒令停工，并依照劳检法要处以相当的责任哈。那么同时要报请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关来查验。副市长林庆莹是讲，现场不是个人都施工作业，是不是有落实标准流程，一定会查明事故的原因。厂商嘛爱改善了后，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伫今仔日早起又阁发生2件恐吓事件，嘉义的南靖车头有一个查甫人，伊伫车厢内面讲要杀人，警方甲伊压制了后，发现讲伊身躯顶无扎任何刀啊。另外，伫台铁网站也有民众去闹话，讲要炸弹坐几公号对屏东上北攻击总统府，目前也等咧调查。区间车停伫月台，警方将一个查甫人带入车，因为伊拄啊伫车内大喊要杀人，台铁赶紧疏散车厢内底的旅客。就陆陆续续有旅客从那个车架上面下来，就很奇怪，有人往后走。没有实人的凶器，那现场前半也没有受伤，旅客也没有受伤，但是有造成客人惊恐。被抓现时的嫌犯表示，因为心情无好，30早起10点外，伫嘉义水上站上车，准备要去高雄。到南靖站的时阵，有乘客通报嫌犯伫车内底讲要杀人，其他旅客真惊吓。虽然警方抓人了后无发现有刀啊，不过百外的旅客行程也是受影响。同一天，台铁官方网站也接到炸弹恐吓，有人闹话要炸弹、赖大甲 BB 弹。上北攻击总统府，搁直接点名要伫屏东站坐10点外去公布。路局的那个网路有提到说要带一些打火机啦，还有 BB 弹搭乘莒光号到北部进行了一个攻击事件。屏东站铁路警察注意监控画面，过路可及进步。其实接到通报已经11点外，车早就出发，不过所有人唔敢代志，加强巡逻。沿线车站甲台北车站部署真得以防万一。目前各站我们有在关注是没有发生相关的那个情资的状况。高铁甲台铁一直到这受到炸弹恐吓，想不到过5天台铁阁发生恐吓事件。
亲像安尼表示，要伫个大众运输顶原杀人或者是早危险的物件，已经砍销恐吓公共罪，因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提醒大家唔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听报是大丈夫，拍报是地沟牛。民进党立委阁加入逼出去互查甫朋友拍，这个案件引起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其他查甫立委做回来收听。阁加入已经有去到台大病院验伤，台北市社会局在企业接到台大病院的通报。阁加入今仔日无出面来说明，敢若透过面册感谢大家关心。今仔日由律师甲伊做伴去到警察局报案，讲要对起骹动手的男朋友提出伤害告诉。有风声讲，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因查甫朋友竟然对伊使用暴力。11因2个人做伙住伫邦桥某一间饭店。这个姓林的查甫朋友发现高嘉瑜还阁甲前男朋友伫传讯息联络，所以转甲起骹动手，甚至限制伊的行动。跟住高嘉瑜嘛已经伫台大病院验伤，台北市社会局30早起已经接到台大病院的通报。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派社工员介入关心跟了解，那因为涉及个案的隐私，我们就不便再多透露。高嘉瑜无出面说明，敢若透过人面册感谢大家关心，讲相关的资料还阁伫整理当中，了后会统一甲外界说明，嘛勇敢面对，希望莫阁有后一个受害者。总统蔡英文请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毅打电话甲伊关心，嘛大力谴责暴力行为，而且支持伊爱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也那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大声批评这个起骹动手的人，谴责任何暴力，男人打女人更是猪狗不如。唔那政党的高站出来声援，立法院下党派查某立委嘛跳出来甲伊鼓励。所有的暴力发生都是不对的，不论他是立法委员，或者是只是一般的女性。不管是怎样，我还是鼓励他要勇敢哈，还是最终还是要爱自己多一点呢。在律师的陪同之下，高嘉瑜30早起11点外去中正一分局报案，对这个姓林的男性提出伤害告诉。暴力事件曝公开了后，姓林的男性强调讲，因厝内有发生一寡代志，嘛未针对无根据的指控来回应。伊强调讲，伊并不是公众人物，所以请大家手势举好悬，尊重百姓的隐私。发表3项声明了后，就随家己人面册关起来。针对外口咧风声讲，这姓林的男性伊是做国安方面的工作，这篇国安专案，也若总统府是出来驳回讲，这拢唔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高嘉瑜去互男朋友拍这款案件，伫咧社会当中，咱是直接听到。根据着卫福部的调查，讲咱台湾18岁到74岁，无论是翁仔某或者是情伴之间，每5个人内面就1个人捌碰到这款亲密关系暴力。专家也要提醒咱讲，碰到这款的情形，一定要讨救兵，才会当真真正正离开暴力的环境。立委高嘉瑜的服务处大门锁开无开放，根据平面媒体报道，伊疑似互查某朋友暴力对待，甚至被控制行动。不过，同款有名人遭遇暴力事件不止这一件。他的前妻也是这样被他家暴，我想对他前任被他打过的人，这都是非常大的痛。前台北市议员董仲元2017年和迄时的太太李秀环指控家暴，伫10月底。捌做过大爆花卉公司副董事长的吕盈盈，也捌伫2005年传出被家暴的事件。根据卫福部调查，18到74岁有亲密伴侣的妇女，平均每5人都有1人捌遭遇另外一半攻击。发生这件事情，错绝对不在他，错是在这个行为人。性私密影像呢，他有被窃录下来的话，这个是加重强制性交罪的这个要件之一。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专法，就是让这个被害人呢，他的影片还没有散播出去之前，是可以及时的来把他打住。调查显示，各种暴力形态当中，以精神暴力形成率12.76上悬，第2是肢体暴力加经济暴力这个形态。律师提醒受害者唔通忍耐，个学者分析，亲密关系暴力甲性别无关系，主要是人格甲品格成熟度。不过交往初期真歹发现，情绪不稳定，妒忌心很强，自我中心非常明显，没有同理心，甚至会威胁。这些症状他不会在谈恋爱初就展现出来。谈恋爱的时候不能急，你一定要慢慢来。专家提醒，若是拄到违纪、肢体暴力，甚至是跟踪骚扰才进行，爱记适时对外求助，才能互家己真正远离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讲到这个南非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是真够拖，加上年纪也特别高啊，咱的指挥官陈时中伊也破白讲，无排除第12月咱台湾就出现 Omicron 的病例。
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伫几个国家虽然所标出相关确诊的病例，虽然指挥中心搁增加4个国家，加做重点高风险的国家，不过因为接落来有圣诞节、下年、新车等等，辖区的活动增加，恐惊会加速病毒外传的情形。各界烦恼国内12月份，敢有可能会检测到 Omicron？ 针对这点，指挥官陈时中讲，确实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入境哈，但是我想等于是希望都能够在边境把它挡住。往前推1个月，我们从南非进来比较多，到190吧哈，那总共从我们的6国里面进来大概是200多，所以在检疫的量能我们是足够的。那我相信这个月从南非那一带来的可能会相对的少哈，这最主要还是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也关了嘛。另外，指挥中心讲，上紧伫明年1月初1开始做第3档，会优先提供予高风险的对象，做2档满6个月的人会当来做。有专家建议讲，第3档应该爱以 mRNA 疫苗为主。也但是董事认为讲，爱看国内外的报告，因为只要2档做无共牌子，不良的反应就会较侪。另外，咱国内的目标都是希望18岁以上做过2档的民众，拢建议因爱做第3档。就是只要混打 mRNA 都可以。好，那如果是 mRNA 之间的混打，我们还是不赞成。好，所以你是打莫德纳你就打莫德纳，你打 AZ 就打 AZ。大部分的看起来就是混打的抗体跟那个打同一个疫苗的抗体是差不多的。如果先打腺病毒疫苗的话，那我们就是后面再打 RNA 疫苗，会使得它自免性不足的缺点得到一个补偿，它就是回到一个好像会类似纯打RNA 疫苗的那个抗体高度。也若将2档做高端的民众，李炳英表示会保留因选择的权利。目前已经有咧做第1档做高端，第2档做其他牌子的试验，过无偌久就会当看到相关的数据。也若这个结果按算伫第3档开始做进前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毋过有5个带病入境。另外，也公布预防性受害救济，目前审计38案，其中有2件是甲疫苗有关的，一件是无都确定的，补偿金额总共是65000块。另外，咱国内有23个少年囡仔做 BNT 疫苗了后，发生心肌炎的问题。国内本土新冠疫情搁加零，也无新增加死亡个案。指挥中心宣布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个案，其中3人分别做过 BNT 科兴加胶性疫苗，结果也是突破性感染。那这5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是5例的男性，那年龄是介于20多岁到40多岁，那分别来自捷克、澳大利亚有3案，还有荷兰。国内新冠疫苗持续伫做，截至目前，疫苗人口注射率第一期是77.80%，第二期也来到55.59%。民众一旦注疫苗了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也是死亡，拢会当申请预防注射有害救济。根据卫福部预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11月18个审议记录，拢总审议38案。其中2例甲 AZ 有关，1件无法度确定，核定救济总金额是65000块。5个死亡个案因为同意病理解判，每一案各予因丧钟补助30万，拢总补助150万。获得救济的这个都是接种的是 AD， 那1人是有关肢端的肿胀，那是获判与疫苗相关哈，那就是救济金是1万元。另外1人是他有急性过敏的一个症状。另外，国内12至17岁青少年一定12月中开始做第2期 BNT 疫苗，外界关心发生心肌炎还是心包膜炎的机会。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国内拢总有23个青少年做 BNT 了后发生心肌炎还是有心包膜炎，其中男性较侪有19人，4个女性，目前有2个人还搁伫住院。较一款镜头也是急性胸腔窒息，也到胸腔痛，有将近8成。过来都是运动了后、倒病了后出现喘气困难，较少有发烧还是心肝头会菜这个现象。大部分的个案其实他从离接种的疫苗到症状开始出现的时间呢，多数都是在2个礼拜内之间呢，就会有不舒服的症状产生。指挥中心表示，国内做第1期 BNT 疫苗发生心肌炎还是心包膜炎这个个案，伫流行病学甲临床的特点，拢甲国际报告真共，大部分是轻症，家己会好。专家讨论决议也是会使做的原因，除了防疫考虑以外，为国外数据资料来看，延长注射的时间会当降低心肌炎的风险，所以将注射的时间延长到12礼拜。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说落来，明年1月底就是特别过年咯。大人是烦恼无钱，囡仔是欢喜过年。即马当着真侪物件拢伫咧起价，亲像伫咧家人的老饼店，也讲对12月开始要调整因商品的价销咯。行政院伫下晡也宣布讲，12月到明年3月暂时调降几6项大批物资甲关不掉的税率，这其中也包含着汽油、柴油的税金，10公斤是调降1块。那阿门头的货物税是减对半，马仔的关税是降做免税，牛肉的关税也是减对半。希望讲即寡措施就会当稳定咱国内的物价。家人的百年老店联丁饼店门口打广告，讲为12月份开始，部分的产品会起价。头家讲10多年来拢无起价，不过有部分的产品成本实在是无法度负担，才会来起价。亲像是招牌商品，去年丸仔一盒起5块。有的产品虽然无起价，不过是决定促销拍折。外加佫提出供应商哪对话来证明，原料的成本有影是起真凶。油品我记得以前大概3000块左右啊，现在都已经5000多块了，而且纸类我记得这半年来啊，应该涨了2-3成，跑不掉。人力成本也是都一直在提升啊，所以我们各方面算起来真的是跟10几年前真的是差蛮多的。家人另外一间真有名卖糕饼的李国饼店嘛发出起价广告，嘛是因为原料成本大起，会伫12月初8开始起价，因若起价产品，甲要起偌济是还未公告。大部分的消费者是拢理解店头起价的原因，不过要是希望卖起上好。工资也上涨，当然他们会上涨啊，或者是怎么办？可是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就好了。事实上薪水没涨比较恐怖了。该涨的是该涨了，只是我觉得还是坚持一下原本的价格会比较好吧，否则薪水没有涨啊，对啊，大家会觉得很困扰，会觉得民不聊生这样。那卖糕饼的各种产业拢有风声要起价，民众希望政府斗3工。经济部处长陈文生表示，水电、油气等等能源的价销对物价影响真大，所以头一步电池甲天然气暂时袂起价，还有做浮动油价的调整。另外，12月到明年3月，汽柴油货物税1公升是调降1块来稳定物价。那我们知道说能源的价格是影响物价一个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是提早的在能源价格的波动上做了一些管控。行政院为了稳定物价，这个大批调降物资税率，还佫包括水泥货物税减半，马仔关税免税，牛肉关税减1半。实施的期间是4个月，为今年12月初1到明年3月31结束。按算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63亿5700万，希望会当对稳定国内物价有所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稳定，咱国内旅游是当着时。不过讲到这坐游览车的部分，咱民众一定会伫咧车顶唱歌、拉客行来行去。不过这个现象即马开始已经算是违法咯。对于今年3月，这个苏花公路发生游览车弄线壁意外，造成6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甚至有一寡旅客去妨害出去车歌。目前是无规定坐这个客运一定要下安全带。不过伫今仔日立法院3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1条，只要是4岁以上坐巴士的时阵，拢爱下安全带。若无下者，上济会当罚到6000块。今年3月10日，苏花公路发生游览车弄线壁意外，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部分乘客弹出车外。因为目前这大客车只有驾驶并列的前排位、前后车门、安全门后第一排位、加最后一排位，爱强制绑安全带。立法院33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4岁以上的乘客拢爱绑安全带，若无相关应罚6000块。希望通过这次修正的版本31条的部分规定，加重驾驶及乘客未系安全带之处罚，可以增加乘车安全之保障。4岁以上坐大客车无绑安全带，驾驶会罚3000到6000。若驾驶已经有告知乘客依然无绑安全带，就处罚乘客。营业大客车驾驶确实无绑安全带，会加重处罚，为1500提悬到2000。监管基金会也认为4岁以下幼婴也爱立法来保护。年幼的孩子搭副大客车的时候，他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幼儿园校外教学的时候，他必须使用到我们的大客车。可是大客车，我们也不可能说啊，那我的小班、中班就是都不出门了。那这个状况底下，会不会是我们0到4岁的孩子根本就是在使用的时候风险更高？我觉得这是一并要思考。
针对大货车、大客车过弯的时阵会产生内轮差，常常拄到视线死角，造成死亡事故。3读通过了后，则规定爱装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新加入防止假集撞地，3项拢爱装，若无上悬刑罚2万4。若防止假集撞地无法度正常运作，上悬会罚1,800。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一条关心交通以外的新闻，有车红灯的路口就已经弄甲密密麻麻，何况是无车红灯的咧？真正伫台北市发生2台奥多拜伫无车红灯的路口相撞，造成一个骑奥多拜民众重伤。根据着警方的统计，讲台北市这款情形到今年为止，已经有8个人来死亡，也提醒民众经过这款无车红灯的路口，速度一定要放较慢。赛车经过巷仔口，倒边向一只奥多拜冲出来，弄到了后，就向对涂骹去。另外，这只奥多拜经过巷仔口是骑真紧，2只奥多拜怎安尼相挨，是拢爆甲大空细哩。部分的民众嘛讲，常在看到汽车甲机车经过巷仔口的时阵拢无减速。平常这样走是从习惯是从这边走过去，这边的来车会比较快。因为这边常常都会有发生事故，好像那边出来那边也都会好像都会比较快一点。警方统计，伫无交通号志的路口，民众若无遵守交通规则，造成的交通死亡事故，台北市今年1月到9月，拢总有8件有8人死亡。这个月2日，一个65岁骑士伫台北市民生东路的巷仔底弄着奥多拜，重伤有生命危险。警方嘛讲，民众的风险观念要搁加强。你很熟悉的那个道路环境哦，我会钻巷子来走，可能会轻忽了说，其实这些巷子还是充满了一个意外。我们不能够仅凭就是自身的一个运气去赌说，我不会被车子撞到。多人驾驶习惯都不太好，他也没有在看，可能也被车子啦或者其他的障碍物挡到，也有可能。无论是大条路或者是巷仔，警方讲，只要经过无交通号志的路口，拢应该减速停车，正面倒面拢要看好清楚，才通通过。路安花嘛提醒，真紧会弄破碗，唔通为着抢紧，省去几啊秒钟来去冒险。若发生严重的事故，可能会失去家己宝贵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武汉肺炎的变种病毒 Omicron 传到全世界，真侪国家也拢开始实行边境管制咯。亲像香港即马出现3个确诊病例，日本也有人确诊，澳洲至30也出现怀疑病例有6例。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自告强调讲，这 Omicron 病毒咱着爱注意，不过唔通伤过头惊吓。伊也保证讲，美国伫今年冬天袂阁再实行封锁措施。美国总统拜登29日北京的记者会上强调 ，Omicron 变异株早晚会进入美国本土，建议民众为即马开始伫室内爱挂喙安，不过嘛保证今年冬天美国袂阁封锁。Are lockdowns off the table? Yes, for now. Dr. Yes. Why is that? Well, because we're able to, if people are vaccinated and wear their mask, there's no need for the lockdown. 美国29开始已经禁止8个非洲南部国家入境 ，CDC 也指示，年满18岁，伫今年6月初进前注完第2剂疫苗的美国民众，即马开始就会当注第3剂疫苗。拜登也讲 ，Omicron 变异株虽然值得关心，不过无需要紧张。美国有上介侪新冠疫苗，上强大的医疗资源，呼吁民众赶紧注疫苗，保护家己嘛，保护亲友。拜登的谈话也激励29的美国股市3大指数拢起价。澳洲虽然已经伫顶礼拜6宣布禁止非洲南部国家入境，不过境内已经出现5例 Omicron 确诊个案，而且全部拢是注完2剂疫苗。30个发现好亲像第6件案例，这个个案去过雪梨的购物中心，卫生单位当地进行详细疫调，防止爆发社区感染。澳洲原定开放边界已经延后2礼拜啊，政府是讲延期是因为无要互民众过登去封城的地步。Because what we are keen to do is that we remain safely open, and we do not want to take a decision about the next step until, with further information, we know that can. We're not going back to lockdowns. None of us want that. 香港出现3件 Omicron 确诊，3日开始禁止4个非洲南部国家的民众入境，为12月初2开始扩大真侪国的入境限制甲隔离。另是一个为纳米比亚的30外岁民众，28到升登机场，30宣布感染到 Omicron 病毒株，这是日本的头一例。另外2个为南非准备去澳洲的民众，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转机时阵，互人检验到 Omicron 确诊。
欧洲经济国已经和 Omicron 攻入去。葡萄牙里斯本的巴伦人脚球队顶礼拜去南非参加比赛，即马传出13队员确诊，已经有44个人隔离。为着面对增加为人的变种病毒，7大工业国卫生部长召开紧急会议，答应要甲世卫密切合作，并分享 Omicron 的上新资讯。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人要害人，天唔庆，天要害人是在感情。土耳其最近当咧透强风，特别是上大大城市伊斯坦堡甲附近的地区，有轿车伫咧高速公路顶，因为这风伤过大，摔来冰车路。有这建筑物因为受到这大风的破坏，甚至有这个砖啊角是吹甲放落来去击死人，上无有4个人死亡，19人受伤。画面内底，一台车当要通过这个路段，也毋过汹汹吹来暴风，甲楼顶的阿摩头吹落来，直接牵伫挡风玻璃面顶。边仔民众是幸运躲过一劫。土耳其当地离岛上大城市伊斯坦堡甲邻近地区互暴风袭击，毋但有砖甲为空中落落来，室外这建筑厝顶甲扛棒互吹走，搁有伫咧高速公路的大型卡车嘛互强风淹倒。伫咧伊斯坦堡的恰塔尔扎区，会能看到钟楼，因为强风倒落来，互边民众是看光去。根据伊斯坦堡官员统计，暴风的风速达到每点钟130公里，造成真侪人死伤。各部分沿海地区因为强风海水倒灌，互电车车头甲滨海道路是做大水。赶快发生天灾，还有英国的约克郡山谷，当地暴风雪甲电火条啊、树啊吹倒，造成对外这交通中断。当地一间酒吧搁互大水带起，造成内底员工甲顾客拢总61个人，因此受困3天。无共的是，受困民众的气氛是真欢乐。It's all good, all good. Everyone's just got up for breakfast. They came for a gig on Friday night, and we're still here all together still on Monday morning. We are waiting to hear from the highways to see if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reach us with the snowplow today. 这间酒吧伫海拔520公尺高，已经真习惯受到歹天气的影响，所以周边的鸟时真济。酒吧内底嘛有基本旅馆的临时床铺，所以受困的期间，员工是提供顾客看电影、智力的比赛甲卡拉 OK， 互顾客颠倒感觉像咧度假。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伫咧加勒比海的巴贝多，伫11月30正式对君主制转做议会制新共和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所任命的总统梅森，伫顶个月也互选做头一任的总统，也伫即天宣誓就职啊。巴贝多首都布里斯顿的英雄广场，11月30，也就是独立55周年这一天举行解释共和的庆祝大典。广场市政的时针分针指向0.0分的这一刻，象征英国君主的红色旗啊慢慢降落来。顶个月，和国会参众2院选出总统的山卓梅森女将，在首席大法官的见证之下宣誓就职。在首都张伯伦大桥顶悬数百的民众欢呼。演奏国歌时阵，各放20以上礼炮。72岁出身司法界，各办派去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巴西等国做大使的梅森，伫就职演讲的当中承诺，要找回国家甲人民的优秀甲伟大。为这一刻开始，每一位巴贝多人拢是新共和国的活见证。The formation of Republic Barbados, out of the structure of independent Barbados, is ultimately a call to greatness, the greatness which was contemplated by our forefathers and enshrined in the lyrics of our national anthem.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代表女王伊丽莎白2世出席新总统就职典礼，同时也结束392年的君主制，祝福地球这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总人口将近30万，有加勒比海小英国称号的富裕岛国巴贝多，依然是亚洲、非洲、美洲、澳洲54个成员国的大英国协的一部分。只是不过，向英国女王做国家元首，正在用同款行动是印度洋岛国摩里西斯，在1992年宣布成为共和国，而且有可能国家外界拢咧要的是牙买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家己在市场是较赢看别人，咱台湾国男国造头一只原型男16进行安良骨的仪式，正是要摒2024年会当落水的目标。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伊写讲有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提供技术零件人员协助，暗中帮助台湾做长水男。国防部表示，专案拢有照计划等来进行。尖水南国造是总统蔡英文大力推动的国防自主政策之一。台准目标伫2025年到8只尖水南当中的第一只，头一只原型男16进行安放亮骨仪式。专案持续向2024年落水测试来进行。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是讲，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提供技术零件甲人力协助，暗中帮助台湾打造尖水南。大概全世界主要的潜舰制造国都列上去了，所以这个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既然要自制潜舰哦，基本上来讲，当然需要靠国外的技术的协助。那当然，我觉得背后事实上啊，也会是透过美国啦，美国协调，然后同意之后，我相信这些国家才会提供协助。潜舰自制基本上大概只能做不能说。路透社报道提起到台湾聘请澳洲、韩国、印度、西班牙、加拿大等5个国家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甲海军退役军官提供海军台船专业建议。消息人士搁甲路透社讲，台湾尖水南国造计划，各国愿意斗相共，唔惊中国的威胁。这是因为有美国伫做扩散。那不论是5个、6个、7个、8个国家，我想就这个部分来讲，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他。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询问国防部的状况，目前的进度也都非常顺利。因为有一些是需要资源嘛，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本来就是需要其他国家来支援嘛。对这件代志，海军是讲尖水南进度按照计划伫进行。立委是讲中国莫阁恶意打压，未来尖水南完工了后，要部署伫东部深海，暂时保护台湾港口，反制强军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国民议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第5届法国参议院也通过爱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所以这半年以来，法国国会两院拢决定要挺台湾。法国的国民议会经过大约2点钟的辩论，落尾是39票赞成、2票反对、3票放弃，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甲和平合作论坛的决议。代表法国政府出席的法国外交部国务院罗姆因表示，台湾参与国际对国际社会有好处，法国的立场真清楚，会继续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L'idée de cette proposition de résolution est en premier lieu d'associer davantage Taïwan aux travaux de l'OMS,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mais aussi dans d'autres domaines pour lesquels la coopération pleine et entière de tous les acteurs est une condition de la réussite. En matière climatique, par exemple, avec la Convention 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avec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police criminelle, plus connue sous le nom d'Interpol. Et enfin, dans le domaine aéronautique, avec l'Organisation de l'aviation civile internationale. 法国是不分朝野、不分政党，他们展现出一致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高度共识，还有具体的行动，我们都表达由衷的欢迎跟感谢。来台湾参加2021开放国会论坛波罗的海3国的国会友台小组主席，也个国会议员联合访问团来台湾第3天，前往科技部拜会，佮参访南港成衣园区，也个特科，希望促进佮咱国的科技合作，也个双边的关系。咱个友邦贝里斯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伍兹，也个国会参众两院副书记长佩渠，嘛伫30顶堡到桃园机场。即摆除了要参加开放国会论坛，也要甲蔡英文总统见面，落尾也会参访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讨海外籍渔工常常互人看无目地，因来到台湾食头路，劳工的保障权益却拢无够，这是写咱台湾的国际名声。国家人权委员会今仔日就提出外籍渔工人权专案报告，针对伫台湾的外籍渔工人权提出改善建议。一群人客伫垃圾的环境，这是外籍渔工做工课的日常。国家人权委员会30提出外籍渔工人权专案报告，指出外籍渔工常拄到几项问题，包括工时修长、薪资提无够额、尊重的生活品质歹、水甲食物无够、无法度定期扣岗，还有境内外适用的法律无共，造成差别待遇等等。行政院在他的这个渔业人权
行动方案里面已经允诺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 C188 1月工作公约要国内化。我们认为在聘雇这个渔工没有办法适用劳动基准法之前呢，还是应该要比照劳基法的这些条件，不能让这个渔工的劳动条件完全交由市场来决定。C188还没有国内化之前，希望能够研议修改现行的规定，拉近劳基法跟 C188公约规范的落差。台湾头一个外籍渔工组织的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肯定委员会调查结果，不过这份报告较无强制力，因对讲法度实行是有疑虑。工会建议，即马上大的问题是中人权利伤过大，应该就是加强工会的力量。要授权给他们嘛。他们变成是主导者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剥削者有位置。远洋渔船上的劳工，他们都应该可以组织工会、加入工会。政府部门的态度不能在那边模棱两可了，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通通投给这些渔业团体。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表示，会暗调找相关部会来讨论，建议安怎把这摆的专案报告相关建议列入渔业人权行动计划草案。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伫咧台大甲台北医学大学拢有传出讲，学生囡仔伫期中考规定囡仔作弊情形。今日佫传出讲，台北市立大学有一个学生伫咧期中考的时阵，哪食泡面哪考试，佮用手机甲考试当中含同学讨论的过程全部录落来。学校表示讲，若准有即款的情形，会用校规来处罚。台北市立大学112度校庆，台北市长郭文天两位副市长甲教育部长拢到店来设计两个唱歌真闹热。暗过进前传出期中考有学生原来食泡面，原来考试，佮用手机录甲同学讨论的情形，佮上传影音平台，焦点有点走精。应该是学校里面有任何状况的话，学校我相信他会依法处理，因为它毕竟是大学自治的范畴。就算是台北市直接管的大学，学生疑似作弊，黄珊珊讲大学自治处理。学校表示已经知影是倒一个事发的时阵，监考老师也知影，目前按照定数调查，看结果来处罚。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从影片上看到而我们就随便来做决定。那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系所院都在调查，依照校规大概小过之大过，甚至再严重的话会退学哦。北市大进前，台大甲北医已经逼出期中考疑似集体作弊，学校也相对处理。这为北部一间国立大学毕业2年的研究生也承认，大学老师普遍认为学生为家己成绩负责，无管这么多，监考以作稿为主，是不是严格有差别？家己观察因应疫情的分流考试，比过去有更加多劳动机会。过去1间教室就可以考全部的人，那现在你可能要接2间教室，或是用其他的考试的方式这样。如果你做的比较密集，旁边可能有一些陌生的同学吧，就是你那个压力就会比较大。然后做的比较松散，比如说同事可能会用手机啊，而且现在也是有手表啊之类的东西。全国数学工会指出，虽然小组化高教生数比无减少，反倒但增加，老师无得监考，有教学助理也无法度。学生作弊无感觉啥物，抑佫上传网络平台，无见效感觉，恐惊是更较大的教育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推出相关夜市券，要带动消费。这第2批加送10万份，这2天开始换，也因为顶一批排队人伤过济，引起众人埋怨。这摆经发局是提早发号码牌啊，而且特别为着时段，也佫带囡仔来排队的民众，增加爱心柜台。来的人慢去后壁，啊无我拢买分。为着抢买兑换夜市券，有人插队，现场人员出面维持秩序。高雄市推出用200块的5倍券，第3换400块的夜市券。第2批阁有10万份，又阁出现真侪民众排队。就觉得这还蛮划算的啊！对，下午可能还会再去排一次。其实现场排队对2到暗时就开始，伫光华夜市遮路边排买几百公尺长，连巷仔内嘛满拢是要兑换的民众，有人已经排买3、4点钟。是2点外就来排啊！
啊，所以讲低咧，规地200块排3点钟。即摆经发局提早验证，分号码牌，对2到暗时到12月初5，伫全市49个地点对换，而且即摆搁为75岁以上的时代，搁有带囡仔的民众设置爱心柜台，收袂到2000分一个仔就发了了啊！排队的民众真辛苦，夜市甲商圈的头家是笑嗨嗨，拢期待会当刺激消费。有差不多增加1-2成，客人都拿夜市券来消费。因为刷落来就要过年啊，中价的店头拢无用咧进货，头家嘛希望即摆夜市券会当搁增加商机。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讲到臭味的问题是真歹处理，即马嘉义县政府以后伫嘉义县的新食安大楼成立片臭实验室，专工培训专门的片臭师，要来提升县内臭味真正案件的解决效率。片臭师甲检体放伫片仔头前来片，嘉义县环保局新启用的实验大楼内底设置专门检查气味的人员甲设备。未来提升臭味定情案件的处理。那我们环保局也培育了我们自己的闻臭师那合格闻臭师未来能够在自己来做这所谓的闻臭试验。嘉义县达当臭味定情的案件有15件，过去委托外口的检测单位，所以拢需要等待的时间。经过1天的训练甲评估，嘉义县即马已经培训出36位片臭人员。一次我们样本就是好几个，所以你变成就是要我们自己。平常那个嗅觉就要维持好。在做嗅觉判定员合格判定的时候，我们会选大概10个人左右过来做我们的基础嗅力的测定，然后选出当天合格的6个人来做我们的基础嗅觉判定员。嘉义县15件的臭味定情案，其中跳木、参与油烟甲堆肥的案件，都占15%。环保局表示，新设立的片味实验室会当减少以前等1-2礼拜检查时间。提升案件的处理效率。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台湾四面环海，有咱台湾的海洋文化，所以对海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伫新竹着一群少年家为着要提醒民众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成立一支海洋巡守队。这10年来固定举办拼海报的活动，甚至把海报扣内的这个浮球筒啊改编做新的乐器。从海边捡来浮球，改造成沙铃参鼓，演奏出好听的乐曲。这群来自新竹县市的囡仔，拢是海洋巡守队的队员。大家透过收集来海洋粪扫，创作出特别的乐器。觉得这样比较不用去买，这样可以比较环保，然后也觉得这样很有艺术价值。因为平常的鼓要买很贵，来用这个做很环保。很多的这种废弃创作它只是一个装饰品，但我们希望它除了装饰之外，它是可以玩的，它是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成长的。香山少年环保巡守队是在地民众自发成立，到今已经6栋外。目前新竹市除了炸断河川粪扫来减少海洋污染，在海洋的部分就交予环保巡守队负责。今年找来30个家庭，做伙清除超过35吨的海洋废弃物，能够更重视我们对海洋废弃物的这个清理的一个重要性。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把我们的海洋整理得更干净，清理得更干净。这群少年人透过清除海洋粪扫的过程，亲身感受海洋污染的严重。也感受海洋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巡守队会继续做伙守护海洋资源。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东港小王船内面做过王船祭典大总理，会当讲是会当养规世人。伫屏东东港就一间奥多拜行的头家，伊平常时就真爱做模型。伊最近要做一只含重量强100年王船，同款比例，而且是缩小版本的王船。伊做这只王船会当来纪念着做过大总理的爸爸。王船的做工也真有路，带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屏东东港的迎王祭典，当年吸引侪游客到地参与。最近东港含南州的迎王祭典接煞结束，除了大概伫祭典2年前开始建造的王船，今年大平湾游客中心也特别展出同款比例所打造的细只王船。每一颗大只王船的造价都上千万嘛，然后想说1个礼拜或8天过后，那个王船就化掉了，随着那大千岁就送走了嘛。
我就甲王爷讲，你有得住这架小王船，然后就到时候大湾船都走了之后，还有小王船可以凭供人家那个展览。这只细只王船是一位东港在地机车行业者林家宏亲手制作。林家宏的老爸捌做过人生正考的大总理，后来因为着监过身。林家宏希望会当传承亚王的文化，透过制作细只王船，也寄托对老爸的思念。因为我是一个乌手囡仔嘛，对这个物件一窍不通，然后就上网爬文，不然就是说去那东龙宫2楼那个参考那个后面，它有一艘那个100年的那个小王船，去那个以那个比例去把它呈现出来。那过程中嘛有一寡困难，毋过尾啊，阮拢会可以甲迄个王爷讲，甲规家拜拜，就讲互我灵感，互我顺利完成安尼。那接下来最后就是在12月3号，紧接着就是小琉球的银王，所以我们管理处配合今年的一个屏东的银王，我们特地在我们游客中心展示的一个那个银王那个王船的一个缩小的一个模型，那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来我们屏东这边来一个旅游啦吼。刷落来小琉球的亚王伫12月初3起过。这只细只王船也继续展出到活动结束。大平湾管理处希望透过这个有传承和思念意义的作品，推广在地传统文化，也吸引更较侪民众到地行踏。记者综合报道。卖茶讲茶芳，卖花讲花红。不过南投鹿谷的冻顶乌龙茶是世界有名声，也是鹿谷重要的茶园产业。当地国小也安排泡茶加做茶果的课程，希望让学生囡仔会当了解到故乡的文化。一群囡仔当咧泡茶，看起来真有班。另外一边，阁有学生咧学做茶果，有人甲茶果设计做菱的形，有人咧扭挂的寸笑，用石头甲叶糊平平，看起来算甲真欢喜。做的是有一只龙，很开心，因为可以做自己的作品，然后会感觉自己很骄傲。我学茶艺已经学2年了。为什么要学茶艺？因为我觉得可以多一项才艺，可以表现给大家看。很多调皮创意的做法，其实最调皮捣蛋的那几个的作品，其实就是真正的创意，没有受到污染的创意。南投鹿谷是台湾出名的冻顶乌龙茶产地。鹿谷乡凤凰国小为着传承茶园特色的茶甲花仔的文化，专工带囡仔去茶庄家己做茶果，而且阁有专门教泡茶的课程，让囡仔体验标准的泡茶流程。我们结合了陶艺来做一些的进行的活动。那我们希望茶艺不单只是茶艺，茶艺它更是生活中美学的一个铺陈的展现。然后我也希望说，把这个传统的好滋味，然后如何把它泡茶的一些次序继续传下去给小孩。凤凰国小的校长表示，这寡特色的课程，唔但让在地囡仔有一项特殊的体验，更较希望因会当爱惜故乡的传统文化。嘛利用泡茶这款紧无落来的材艺，培养安全静心，提升生活中的艺术感。记者综合报道。2年一届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这回由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奖。杜燕李安是文化经文奖的得主。李安也讲，台湾是伊的根，会当真做文化的一份子，伊感觉真骄傲。 2年一遍的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伫圆山大饭店隆重举行。今年主题是闪耀世界自由之光。文化经文奖得主是杜燕李安，为总统蔡英文的手头接过奖座椅，感觉这个时阵真光荣。它是我根深蒂固，它是我的根底，所以我已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的一份子，感觉非常的骄傲。我也心里有一种踏实感。 今年的金马奖结束，李安也卸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中华饮食男女拍片基地领奖，对伊来讲意义非凡。外界烦恼金马奖的未来，敢会受到疫情加国际这个因素影响？李安也是充满期待。金马奖都是一样，欢迎大家来，只要是华语片，我们都欢迎。那我们秉持同样的原则嘛，希望参加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年度电影人的大聚会。 今年得奖的除了李安，也有人道奉献奖的得主陈英基医师，也加青年创意奖的得主陈碧君，拢亲身参加领奖。这个不是给我个人的，应该是给台湾的安宁团队的常年
推动善生善终的理念的一种肯定。谢谢总统文化奖的鼓励，让我的父亲认同了我，让我不放弃霹雳舞，让我知道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是对的。在地希望奖得主台湾千里报道协会、甲社会阶级奖得主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分别由副执行长徐明谦甲陈文成的小妹陈宝月女士代表领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4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0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0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1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暗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会。